楊老師以前係混蛋隊嘅總教練，所以志權老師係佢一手一腳啦帶大，亦係佢太太浦上珠老師帶出嚟嘅兩位一路以身作則，所以志權老師亦係得到真傳。佢打嘅係形意嘅12形，大家睇唔睇到？蛇形、腰形，腰子轉天咁啊！腰形，犀利啊！一個橫啊，好似金雞食米，金雞上架，係所以識得少少咧，一路可以把嗰啲明星換落去，好過癮㗎。其實我哋嘅中國功夫係嚟自於古人咧，係把啲天上嘅龍啊、地上嘅走㗎，每一個形態咧，打成一個健身同埋攻防嘅嘢，非常之精彩。